这间位伫台南中西区的民宿，对1897年到今已经有超过120档的历史，或者西高桥客厅。不过绝对毋是听长讲笑话，一到位就会闻到味。其实西高桥就是老旧石街街头的旧地名，嘛因为金曲歌王谢明佑一首《阮兜住伫西高桥》引起注目。阮兜住伫西高桥哦。听众改造这栋现伫20几档的租厝来经营老厝民宿。2011年当时就是信义街第一间，到今除了疫情期间囥咧练功夫，一路行来就是稳定成长。听到强调就是一份行家己的路，互游客了解台南历史文化的心。因为我遮西高桥吼，这是阮在地居民的即个古早的称呼，吼，一个算讲俗名啦，吼。啊，为西高桥即个名称，你嘛会当看到讲啊，古早遮就是伊的水文，吼，的历史，吼，的台南的即个旧地名，吼，会当看到台南旧的历史。面对民宿陆续出现像卡拉有提供麻雀、汉麻等三宝经营，嘛有5档来并民宿合法的台南民宿发展协会营务理事长永平强调，民宿不断提升品质、自我约束，才是面对台南400观光旅游的进步方向。明年应该伫台南400这个大议题之下，吼，一定有真侪世界各国的游客，吼，会来咱台南这个城市，吼，啊，咱更加搁爱表现咱上好的迄面，吼，来迎接咱世界各国的人客，这我感觉是上重要的一件代志。台南民宿合法以后，特别是老厝民宿的故事甲人情味，将一直传唱。嘛邀请全国民众来遮认识台南，做伙交朋友。台南新闻阮子采访报道。